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用一寡时间来练唱，今日要唱要念的诗歌。第一首是132页，耶稣听我，我知名。咱定定吟吼，咱会使唱较轻快一点。第一节的歌词，伊写细汉囡仔随软食，吼，伊甲古姓诗无共，吼，即搭较注意的就会使。来，搁唱一届。咱拍开第146首，新圣诗第146首，救主出声叫我，咱吟第一节。时间到敬拜团。
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个组织来敬拜咱的主。过年假就是中秋节啦，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但是祝福咱兄弟中秋快乐。这是请兄弟起立，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天地稳定真正大，日日在因传，福气甲平安，咱同心来学乐。用真心的心，行好伫主的面前，用感恩的心献上咱的学乐。感谢主，伊拄起咱所有的重担；感谢主，手术丰盛的稳定。咱用上坚强的心、同心来学乐伊。生命活水，从你而来。
温柔的信心，互咱全心感受到，伫咱生命中所属下的平静甲安详。主主爱的真理，伊的阳光照亮咱，包围咱，互咱感受到主伊无比的疼。来用全边的信心，献出咱的耳朵。无论拄着什么的困难，阮永远要学劳你，感谢你，用加倍的信心来信靠你，因为你是阮一生上大倚靠。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
独独咱若行伫光明，亲像伊踮伫光明，就甲咱三角交陪。也伊的囝耶稣的血，洗除咱拢总的罪。咱若讲无罪，就是骗家己，真理也无踮伫咱。咱若认家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咱拍开圣诗第132首。耶稣听我在明，咱请起吟全首。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你的恩典真正大。你手术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世间，用伊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阮确信你是独一的真神，阮的信心仰望对你遐来。我嘛知真理活命道路，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会当到爸遐。主，你帮助阮。帮助阮泸州众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真实来敬拜，伫你的面前真心来祈祷。主啊，你求你来祝福阮。世界疫情虽然泛滥，总是阮知上帝你的确保守阮一切平安。主，阮感谢你，嘛求你继续加添福气伫阮泸州教会，加添人也伫阮泸州教会，互阮日后会当搁再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学乐。主啊，虽然有的人袂当来到圣殿，总是伫咧厝内，愿伫咧直播的时，愿知你圣神又愿要甲众兄弟姊妹同在。主，愿你带领阮今日的敬拜，今日的主的礼拜，你的灵大大充满伫遮，愿要献上阮的心。我们感谢你，学乐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大家拍开《新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43篇，启应文第43篇1077页。
显着我来客恁来。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对我有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坐声，你对救阮的水欢喜像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这时，咱要邀请同心团体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轻轻听》。
感谢同心团契为咱来献唱遮尔好听的诗歌。这是咱拍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第11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入一个乡舍的时，有10个太高的拄着伊，远远的徛，出声讲：“耶稣，先生，怜悯阮。”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学乐上帝，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应讲：“10人减无拢得到清气吗？”迄9个伫倒落？这个白族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就甲迄人讲：“起来，做你去，你的信有救你。”以上。这是咱请起立。咱来坐念新的概念，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参亲像，是苦，你要听主命，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符合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恁着三命。亲像我来听你，恁若着安尼三命，恁若三命，这人就安尼知，恁是我的特心。听者，这是咱要邀请陈牧师来讲道。今日的主题是积极感恩。愿上帝祝福讲伊的话，搁听伊的话的人。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愿上帝使用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咱要继续努力来对抗即届的疫情，当有好的方向来行。伫即礼拜开始，咱知影青少年要开始注即个疫苗，愿主保守每一个注疫苗的人，保守伊的身体，帮咱副作用会当降到上低。因为每一支疫苗的副作用，甲每一个人的身躯的体质也拢无相款，所以愿主施恩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互咱过中秋了后，即个年嘛渐渐要进入年尾，过来有感恩节。过来有圣诞节、大港节、圣诞节，愿上帝施恩帮助咱，互咱今年的圣诞节犹原会当来庆祝做伙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施恩帮助阮，互阮伫即段时间，虽然是中秋的节日，有侪侪还无法度恢复亲像以往的生活。伫群聚也是家庭团圆，阮还阁爱真细腻，恳求主你帮助、引带带领，互阮日日来得到主你的恩惠甲疼痛。求上帝你施恩帮助，阮今日组织伫你的圣殿，三甲欢喜，来学乐主你的圣名。愿上帝你会听，甲阮三甲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段经文伫
台语汉语本的标题叫做医好10个泰戈的。这段经文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那定，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特有的经文，就是咱所讲的独家，只有在路加福音书可以找得到这个10个长麻风病的被医治的这个记载。这路加福音的作者叫做路加，路加是一位医生，路加嘛是写《使徒行传》的作者，等于讲路加伊写路加福音书了，伊阁有写《使徒行传》，所以路加咱会当看到伊非常会疼外邦人，伊将外邦人的记载拢伫福音书内面，而且伊嘛非常重视社会遮个失丧的人。什么是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互社会排斥、互社会隔离的人。今日咱所读的经文10个泰戈就是互社会隔离的人。亲像咱即马疫情，你若染疫，甲你亲密接触的人拢爱匡列，爱隔离，然后居家要14天，等等才会若无3采拢无阳性，才会当转来到伫社会工作也是读册。过去得到皮肤病、麻风病的人，因就是爱隔离。路加除了用身份地位特别来显出遮个弱势者，遮还有啥物人？有丧乡人，咱台语叫做丧乡丧乡失去故乡的人，就是出外人。就是遮个无土地、无生产、无产业的人。第二种是罪人，因为罪人因无身份地位。第三种是职业的关系，特别是扣税的人，扣税以及这妓女，特种行业，要有妇女、细囝，这是弱势，以及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外邦人，了就是这破病律法顶面规定是无清气的，泰戈的、长麻风病的。咱先来看撒玛利亚人，因为所记载10个得到医好，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倒来甲耶稣感谢。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因为那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大概是即卖的北国以色列，大概是那个位置、那个方向，因为北国以色列上早互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时，因有甲一寡外族的人去遐住，然后甲无许用掠去的以色列人因通婚，所以因生落来的遮个后代因无真顺啊。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毋是真顺，所以因就是甲遮个撒玛利亚人有小可隔离。所以犹太人若要去撒玛利亚，要去北边的时，因袂经过撒玛利亚的地，因会对边边的所在经过，甚至西远路过，因为因平常时都无啥物往来，甚至因敬拜的所在嘛无啥相反。因为北国以色列因伫基利新山，伫基利新山伫遐敬拜上帝。总是南国的犹大，因是伫锡安山，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伫遐敬拜上帝，所以伫无家庭，嘛彼此无往来。所以耶稣，咱注意看耶稣行要到即个所在时，伊并无入去撒玛利亚的所在，伊是对交界，拄仔经节有甲咱讲，从那个边界，对交界行过。所以耶稣进入即个庄头了后，伫12节有讲到10个泰戈的，即个10个泰戈的无记载无讲是犹太人，也是撒玛利亚人，有可能内面有犹太人，嘛有撒玛利亚人，嘛有可能，因为伊互隔离伫即个所在。所以路加福音咱看见一种无法度，大家伫遐斗阵，总是有可能。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斗做伙，就是即10个泰戈的。因原本是互相无往来，但是因即10个互相扣做伙。但是即10个
泰戈的最后的故事，甲咱讲，就是犹太人因真看袂起的撒玛利亚人，即个人来甲耶稣感谢，所以伫耶稣的目睭内，伊佫更加看重即个感谢的人，而且佫甲伊祝福。咱来看泰戈的人吼，长大麻风病。伫过去台湾有一个乐山疗养院，吼，伫日本时代，吼，即个乐山疗养院就是咧照顾遮个得着皮肤病泰戈的人。所以2000多年前，伫巴勒斯坦即个所在，吼，的人检查有侪得着即种镜头，即种镜头的人是无好治疗，所以爱甲伊隔离，甚至可能医生嘛无法度将伊医好，只有甲因隔离伫一个所在，互因皮肤伫遐，安尼家己生家己好，若好会起来，爱去互祭司验了，祭司验了讲你是清气啊，你才会当转来社群的内面。有可能你无法度好，就死伫外面，吼，因为你甲人甲社区隔离。伫利未记13章有记载，吼45节到46节讲，然后泰戈的镜头的，吼，伊的衫甲伊的裤着爱跳破，然后伊的头毛着爱用互乱乱，然后爱拍伊的喙唇讲，我是无清气的，我是无清气的。然后然后即个镜头伫伊的身躯的时，伊是无清气，所以伊着爱踮伫即个营外，吼。华语的圣经说，他既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就是不能够在社区里面，不能够在部落里面，每当伫社区的内面爱隔离。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圣经的利未记13章所甲咱记载。所以今日咱看到耶稣来时，这10个泰戈的因咧求耶稣甲因怜悯，所以因只有远远徛地。远远的站着，然后说：“耶稣啊，怜悯我们。”他们不是说耶稣啊医治我，而是说：“主啊，你怜悯我。”为什么伊是要讲怜悯呢？伊是大声讲：“我是泰戈的人，吼，主啊，你来怜悯我。”这就当看起长大麻风病他们的内心，第3点，因的内心，其实因的内心。是艰苦，因的内心是受着折磨，因为因离开因的亲人朋友，因为因无法度甲因的亲人朋友做伙三甲组织。那亲像即马中秋，伊嘛无法度去团圆，因为因爱经过祭司验清气才有法度。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心灵的创伤，佮加上皮肤的溃烂，即皮肤安尼烂疮，可能是老汤老血。而且流汤流血有啥物会来？雨神，才会来甲沾。所以因心是艰苦，以及肉体的痛痛。但是即10个人，因真有勇气，看到耶稣来讲：“耶稣啊，你来怜悯我；耶稣啊，你来可怜我。”华语的圣经是跟我们说：“耶稣啊，你可怜我们吧，你来可怜我吧。”所以才会互隔离、互放杀的人。因意思是求耶稣来甲伊怜悯。耶稣啊，你是有慈悲的人；耶稣啊，你是有仁爱的人；耶稣啊，你来包容阮各位兄弟姊妹。这是这10个人需要同理心，因需要人去同理因的心，因的心需要安慰。但是耶稣互因的，毋那是外在的医治，伊最后。佮互即个倒来感谢的人得到内心甲肉体的医治，这是今仔日的故事所要甲咱讲的重要的所在。所以路加福音，咱看路加，伊定定写着外邦人，伊是上介关心外邦人，所以是要表达耶稣来，毋是干那为着犹太人啊定。耶稣来是要为着世上所有的民族、百姓甲人民。这是路加伊写这本册时，伊写着上帝救赎的人，毋那是干那犹太人啦，是所有的人。所以这位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因是看袂起，他们是瞧不起的。因是犹太人是讲这个人也毋是上帝救赎的人，
这人因也毋是因的血统毋是真纯的犹太人。今日即段故事，甲咱记载，甲咱讲，当耶稣甲即个感谢人讲，你的信救你，你的信救你，甲迄个犯着血漏12年的妇人人所讲的共款，你的信救你。即个犯着血漏的妇人人是12年，12年的艰苦，12年内心所承受的痛，可能比肉体所承受的痛搁较侪。所以你的信救了你，就是你的，毋若是你的艰苦得到医治，你的肉体得到医治，你全部的人拢得到医治。所以即10位泰戈的病人得到医治，最后即个倒来感谢的是撒玛利亚人。安尼迄9个咧，耶稣讲迄9个伫倒位？俗语说滴水之恩当用水泉来报答。才受人这滴水的恩典，咱用水泉来报答，来行人的恩情。但是即9个呢，连讲一句谢谢，多谢拢无。咱细汉时常常老师跟咱讲，要常说什么？请、谢谢、对不起。谢谢就是3句话的其中1句，不是吗？愿上帝帮助咱，即10个泰戈的，因虽然有信心，有表现，所以因开始去互祭司验，所以伫咧行路的中间，因得到医好。耶稣毋是来甲因，即个动作耶稣是无做像耶稣有当时佫会配喙烂糊即个头，然后糊即个痴迷的人的目睭，也是讲用手来摸伊。总是耶稣讲，恁着去互祭司验。恁即马去行动，所以因即10个泰戈的是有听耶稣的话，所以就开始行。即10个心内因是破碎的，即10个人是有信心的，13节到14节就甲咱讲，因就开始要找祭司去验。所以当因行的时阵，有一个发现就讲，我身躯得到清气啊！伊怎随倒来感谢耶稣？但是即9个呢，因知影因清气了后。因并无转来，所以咱看着讲，因是伫咧行路的中间去发现着讲，我的身躯，我的镜头已经好啊，所以你要有行动，才会当成就你信心的医治。即10个人拢做有着，即10个人拢有前往祭司的所在，所以会当看着讲，即10个人其实因有相信耶稣所讲，但是第2点要甲咱讲的，咱常常。爱讲感谢主，常常讲感谢主。伫路年，因发现着讲家己已经好啊，只有即个人去找祭司来感谢耶稣，来献上感谢。15节跟我们讲说，其中有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讹了上帝。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就大声讹了。就大声来讹了上帝，伊见着已经好啊，先来转来讹了上帝，来感谢主。所以即10个中间，只有一个将荣耀归予上帝，一个感谢恩典的人。伫16节就甲咱讲，即个人趴落伫耶稣的骹前来感谢伊，即个人是撒玛利亚人。16节跟我们讲说，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路加为什么不说？这个人是以色列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10个人，只有一个10个人，只有一个倒来感谢，只有一声啦定，只有一声啦定。其他的嘞，其他9个走一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爱常常感谢，亲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我的老母细汉常常甲阮讲，咱爱常常感谢主，所以常常就是伊的口头禅就是感谢主。不管拄着什么种的代志，就是爱感谢上帝，爱感谢主。我国2的时阵，我的老爸因为伊迄阵咧做拖板车的司机咧开即个拖帮车、货柜车伫要转来暗时要转来的时阵出车祸，3日就病住晕掉。
所以我的妈妈38岁就走挂到即马。所以，伫阮细汉时，其实有真侪无法度得到真好的物资的来源。所以我昨有甲我青年讲，其实我高中寒暑假拢去打工，我做过足侪工课。我爸爸伫工地搬过水泥，敲暗门头做小工，嘛捌去做铁工，去对人去即个倒铁大铁厝啦，木梯安尼就是寒暑假是有工作就去做就对了。真多嘛捌伫鸡场捡过鸡卵，嘛捌做真侪工课所以我甲这个少年讲有当时咱人爱有一寡的磨练。总是我的妈妈对我来讲，咱有够用，咱就爱感谢上帝，爱感谢主。这就是我常常对我的妈妈所体验，爱常常感谢，用感恩的心。各位兄弟姊妹，咱若面对咱生活的艰难，咱嘛要用感恩的心，袂当用埋怨的心，敢毋是？但是咱常常检测会有埋怨，会有甲上帝抱怨的事。但是今仔日的主题，记得感恩，爱甲人讲，咱常常讲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为着基督的道理，为着真理来死的神学家潘霍华，因为伊互希特勒甲伊掠起来，然后死伫监狱，然后迄即个希特勒甲伊处刑。所以咱看到潘霍华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着讲，遐个会晓为着细项事来感谢的人，因才会当领受大项代志。所以咱每一日若无因为领受恩典来感谢，你若无感谢，就阻挡了上帝要互你伫你的灵性的顶面的礼物。所以上帝要互咱的礼物，有可能是借着感谢咱去得到。如果你无感谢，你就得袂到。有时咱常常咧讲主较会讲我祈祷遮尔久，哪还袂成就？有可能主已经派天使来到你的厝毋过你拄好伫咧埋怨讲。主为什么你较会无帮助我？天使听着讲安尼好，爱就回去所以有当时咱爱用感谢拍开所要得到的门。有时主已经来到你的当中已经找天使来要甲你帮助因为你伫遐讲主为什么你若无互我机会伫遐咧埋怨？天使听着讲安尼好就回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故事甲咱讲，天使来到世间要收集感谢，感谢的真少，但是求的真多，埋怨的真多，要求的很多啦，但是要感谢的却很少。所以咱会记得感谢，用感谢去摕到上帝互咱的礼物。所以讲耶稣讲，你的信救你，你的信救了你，只有转来感恩的人，伊就领受搁较多的物件。第三项所要甲咱讲，就是你爱得到这全人的医治。为什么是全人的医治？即9个得到皮肤病、胎格病、麻风病得到医好，但是呢，因的心敢有得到医好？所以耶稣讲为什么其他人无来感谢？甲即个撒玛利亚讲，你的信救你。所以咱通想啦，咱通想讲。耶稣讲即句话，可能讲伊的心就感觉讲酸酸的。迄9个伫倒位？为什么耶稣讲迄9个伫倒位？耶稣怜悯因，将10个人医好。遮个人迄社会人甲因放弃，甲因放杀。因嘛真欢喜要转去厝，要转去因所住的所在。中秋节嘛，拢爱转去团圆，敢毋是？所以即10个人拢是真欢喜，讲阮爱转去到厝我有囡仔，我有事实，我有某囝爱转去，甲因做伙团圆，迄是足大的快乐。但是9个人煞袂记得，因爱转来感谢上帝。即个撒玛利亚是转来感谢上帝，然后趴落伫耶稣的骹前。所以除了即个撒玛利亚人，互人轻视，互以色列人轻视的人。即个原本是无法度得到恩典的人，但是即个人却转来得到耶稣，甲伊接纳，
耶稣讲你的信救了你。两种无共款的生命，拄好伫即10个人的中间，咱看会到一种伫伊的生命内面，伊无感谢、无感恩、无感激，而且即种人检采是占90%哦。第二种的生命，就亲像即个撒玛利亚人，伊充满感谢、感恩，用安尼来做一个例，就是讲，即个人伊知影恩典是甲伊无关系，因为伊毋是犹太人。伊不过是卑微中上界卑微的，但是耶稣经过迄个所在时，互因得到医好。伊相信耶稣的缘故，伊知影倒来感谢耶稣，甲伊讲：你的信救了你。这英语的圣经是讲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hole or made you well。迄个 HWHOL 就是完整的，就是所有的。你毋若是你的皮肤病医好。是包括你的内心得到医好，因为你的信比其他9个搁较坚强。因为你的感谢，你知影你的感谢，所以你会搁得到搁较大的祝福。所以咱看会到一个感谢的人，伊耶稣互伊的恩惠是遮尔啊大。所以愿兄弟姊妹，咱提醒咱知影讲咱的生命，敢且有当时会失去真侪物件。总是咱爱会记得感谢，记得感恩，因为这知影感恩的人，伊毋若身体、心灵、灵魂全人拢得到救。愿主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印度的哲学家泰戈尔，伊捌讲过一句话，讲我捌艰苦过，我嘛捌失望过，我嘛捌体会过死亡，但是我以生伫即个世间来快乐。所以每一日艰苦、失望、死亡，这拢有体验过。但是爱为着每一日来快乐、来感谢。愿上帝帮助咱。这个10个泰戈的，因的肉体爱接受着艰苦，但是因的心灵佫爱受着更加大的侮辱、甲折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日拢凡事感谢，凡事学乐，咱会记得感恩，亲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伊倒来，伊的心灵、伊的灵魂拢得到救。伊原本是不配得的，伊原本是无值得人甲伊医治帮助的，但是伊却倒来感谢。所以毋但伊的身体、心灵、灵魂拢得到救。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人，伊用会记得感恩，佮带来佮较侪伫伊的心情的福气。愿上帝施恩帮助咱，互咱的生活常常有感恩，嘛会记得感恩，同心来祈祷。主愿有体会到你的疼，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的中间，互阮通笑脸，通记得主你的恩惠，互阮毋通袂记得你伫阮心中所成就。求主你帮助阮，检采你的救恩还袂临到，检采你的帮助还袂临到，嘛互阮会当学习等待，学习吞忍，学习伫即个逆境的中间，佫有感恩的心。阮对10个泰戈的2种无共款的生命来学习。阮来学习即个撒玛利亚人倒来感谢，用安尼的行动来回应主你的疼痛甲恩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
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出现的同工来接献。这时，咱来念今日的圣经的金句，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7章18节。咱用台语来念2解，请。这个把所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搁一解。这个把所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路加福音17章18节。好，这时我来消息报告，咱拍开咱的周报。咱因为有侪人无来甲咱的现场来做礼拜，所以若有要奉献的兄弟姊妹，咱伫个国台世华银行泸州分行，才有账号。你会使用汇你的即个账号，金额奉献的项目，你会当伫个干事上班的时间敲电话过来，甲干事讲你奉献的金额，你要奉献的项目是啥物货？伫个拜五中昼12点之前一定爱汇报。再来就是新北市即马是强化2级防疫所以咱目前活动的人数室内50人。咱没有降吗？有回到80人吗？好像有回到80人。咱再搁查看卖啊所以咱的台语堂甲华语堂的服侍人员，请你家己爱注意你的服侍日期，会记得转来教会做服侍。咱9月26的分配是台语堂是双年团契甲无参加团契的长辈欢迎你转来做礼拜。华语堂是青少年、青年主日学老师、信歌队甲同心团契。咱今年野外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要取消。第4项年度查校，请各团契过季伫个9月26，一定爱将你的校务甲存折送转来办公室，咱配合办理检查检校。过来，咱逐礼拜3暗时8点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即个拜3
因为9月22日，因为牧师要转去中秋节转去故乡来探亲，所以咱9月22日的祈祷会会暂停一届。咱的会计报告，8月份收入是492106块，支出278326块，结余是213780块。有干事上班的时间，大家会甲家己来看。再来是团契的消息，请各单位伫个9月26进前完成明年度动工的改选，并将迄个名单书面交予牧师。来，同心团契伫个今日礼拜日结束了后，举行9月份的例会，请会友踊跃出席。双年团契伫个后一个主日9月26，原来台语结束礼拜结束了后，嘛是要伫1楼举行明年度的动工改选。再来是集体相通的部分，咱随时举起咱的手，为着世界疫情，为着咱的集体来献上祈祷。咱的林玉志弟兄有赠送福音 CD， 欢迎兄弟自由索取来赠送来牧道友来做咱传福音的工具。第4项是张春梅姐妹伊的大囝婿李正峰先生伫9月13命主温调。伫个9月22日，邦桥殡仪馆要举行告别式，请代祷求主安慰。再来就是特别报告，若是有咱兄弟姊妹中间有需要协助也是帮忙的，你会当随时甲长老也是牧师来讲，咱教会会随时来做帮赞。以上，牧师要补充报告无？好，即时咱来吟买变诗第386首，请起立，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惜、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